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9。路加福音1章50节安尼讲：以怜悯敬畏伊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大家来祈祷，互阮时刻敬畏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专心敬拜的上帝，你是阮的所有。主，你对阮应允讲，敬畏上帝就是伫伊面前敬畏的人，到尾要得到福气。主啊，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你是掌管甲业理万有的创造主，主啊，你赏赐阮活命甲快乐，你互阮有才能甲恩赐，你互阮的每一天拢是稳定的日，拢是平安的日。主啊，阮恳求你怜悯阮。来将平安甲福气赏赐阮，因为阮敬畏你，阮要专心来敬拜你，尊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每一天拢专心来敬拜咱的主。时刻来敬畏伊，伊到尾就要将福气来赏赐咱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